台语、唠台语、台语当着时，继续要来看到，这是国小1年仔囡仔因的台语练习题，和老母嘛，互伊考倒。真侪时段，你人面册铺囡仔的功课，来看到其中这老母，伊是讲到囡仔功课，回去了后，叫囡仔都爱讲台语，也搁叫时段一定爱签名。也毋过老母看到这句“雄雄散三无长”，讲实在是看拢无，落尾伫咧网络来请教大家，大家共款嘛是满天钻金条，要三无半条。这句台语到底有什么意思？原来这就是要叫大家讲，大家做伙来讲台语。也就是讲，叫大家做伙来洗嘴的意思。但是听咱台视台语新闻，都一定看有。学生囡仔早联络簿仔返去厝的，宿题指定讲爱做母语练习，请家长来签名核实。不过，这个妈妈一个看，大家做伙来洗嘴，这个台语用字到底是要安怎念呢？我到底是要照书面上的来翻译，还是要照我们平常讲的来讲解？蛮困扰的。这个妈妈直接伫联络簿仔顶悬就写讲，我嘛袂晓念，则请老师来看教。咱即马个实际来问其他的家长，看因会晓念袂？大家做伙来洗会，就也不知道怎么念这样子。啊，可是他那个会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有时候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字体的变化。一般人会晓讲台语，不过一个看到台语的汉字煞看无，这个正确的读音，咱请台语老师来解答。大家做伙来洗嘴。台语大家就是讲大家，洗嘴是刷牙。台语老师表示讲，台语的汉字袂当用国语的思考来解读。每一字拢有特定的台语读音，过来看联络簿仔顶悬其他的例句。就问教务处伫倒位？台语是咱生活中的一个语言，咱若讲惯势，你看到这台语汉字，你加看几遍啊，你就会当了解。不过，若是真正无法度，袂晓念就是袂晓念，会当叫囡仔去学校请教老师，才搁转来教大人。安尼教甲学相饭天，嘛会当甲亲子关系甲斗打甲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